不是安安吼，大家中昼平安，大家中昼平安，唔知影大家敢食饱？Mercury 平安，欢迎你来；Ruby 平安，欢迎你来。虽然 Ruby 应该过去无用啊，阿酸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阿苏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希爸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好，咱顶摆有学到即个 Pokemon 的牌仔算大概要安怎算啊？今仔日咱就来找粉人吼，找一寡找粉人来相拍呢。浩，应该是合做浩对无？超大杯浩，中昼平安食饱未？应该是初见吼。应该是吼，初见平安。好，其实我落尾吼，落尾有偷算一个吼，就伫无开台时阵有偷算一个，所以我阁有加买两个新的，即个算讲是两个新的牌组吼，所以就今仔日先来算互大家看啊。就是知影伊其实嘛会使家己做牌吼，伊嘛会使家己做家己的牌组，毋过吼，我感觉即马就是因为要算是一个菜鸟啊，所以若是家己做牌组，应该真正会互拍甲咪咪毛毛吼，因为牌仔可能无够济吼，牌仔无介济啊，做出来就是无遐尼强就对，当然吼嘛是。或者就是好算就好啊，无一定爱赢。或者就是体验一下。原来是字件啊。安尼你就是会使较接来看安尼就看到无啦，就是我毋知影大家敢有改名，还是有改迄个大头相片吼，所以有时较罕得看到的朋友，惯性可能会。记毋着啊，是记袂掉吼，先甲大家回一个实例。好，选要考试，安尼请专心考试吼，莫伫考试的时阵拿挂台吼，毋免，你只波动就好。好，小等考试加油吼。好啦，咱今仔日甲大家介绍一下新买的两组吼。即组是来互大家看卖吼，即组有。顶摆是红白了后来原来是安尼。反正就是红白迄条歌，我感觉迄条歌袂歹。毋过我平时开台的内容甲迄个，对啊，我平时毋是考试，我平时开台的内容甲迄个音乐创作都较无遐尔大的关系，所以对我知影，你若是为着音乐台，你可能看我的台时阵会有较无共的体验。对啊，选考试挂台真正袂使，毋通安尼做。叫是学册了就放飞无啊？阿选应该是要读高中一年，所以学册甲伊可能较无关系。我应该无记毋着哦。哎呀，你介意惯性的台语音？哎哟，多谢你学了吼。对安尼你会使加来看看台哦，我的台基本上是全台语。你嘛会使看我的另外两位同事吼，一个做陈律心，一个做罗武生，两个人嘛拢是基本上嘛拢是全台语咧海信，所以嘛会使去看卖，看你敢有介意律心甲武生的声，若准无嘛是正常的，因为我知影冠生的声是比因搁较好听，所以看我的台，莫看因的台。好啦，无啦讲笑，阿酸你咧讲啥？阿酸你搁想看卖？啥物合作我的肉体做下落去？莫黑白讲话。莫黑白讲话。虽然应该嘛无讲毋对，毋过要是莫黑白讲好啊。好啦，顶摆咱应该敢若有算着的，就是水的嘛。阁有电呢，水电好无？水的电呢，阁有火的，毋过即摆就是我有新的属性会当算啊，这应该算是更替对无？应该算是更替，
伊号做 metal 金属，我看起来拢看起来拢像是钢铁的款，搁有另外一组吼，即个，其实伊内底有放即个电的，嘛有这新的属性，叫做灵，叫做灵，英语是讲 dragon，毋过其实西洋的多拉贡甲迄个，甲咱传统的迄个灵，其实嘛了无共吼，毋过应该毋是最重要，好，迄啲就是咱就先来算才讲吼，再来哪算哪甲大家介绍，就是有一寡新的招式、新的 Pokemon 会当算，咱就继续直接哪算哪体验，哪开讲安尼，对，高中去高中的期末课应该是毋是拢是有一节课，另外佮有一节课的时间通好准备。你即摆敢是伫迄个准备的即个时间，你无咧准备咧挂带安尼，敢是安尼？无啦，嘛是爱小嘛是爱小考考一下吼，就是请好好准备，请好好准备。对，考试就是敢若今仔日咧考吼。要补档吼，刷来个会当补吼，所以分数要紧呢。即只其实先了解古水吼，我的鸟啊，粉鸟啊，看起来颠倒的普通。是毋是第三工拢是较无？嘛毋是讲较无重要，就是较无。大概较无遐尼要紧的科目，敢是安尼？我嘛足久无考高中的期末考我迄时的甲恁即摆嘛无共。今日第一工，你搁较爱好好准备呢？你搁较爱好好准备呢？想安尼看我的台咧？对啊，我现在会记得是今日是第三工，我真正过了毋知影。对啦无，我就想讲学册考了，就袂记得迄个硬，你是讲这啊？这看起来种硬，对啊，这看起来种硬伊小等会使进化变做，我头一摆知影伊有即个进化属性的无共的，伊原底是即个拳头狮的属性，伊进化会使变做即个钢铁，毋过。放落来头一回还袂使进化吼，所以咱爱小等。因为我即摆嘛毋知影有啥物招式通好用，无得用即个粉鸟仔的第一招吼，我会使为我的牌底敲出两张有即个会使抵抗拳头的即个属性的牌啊，就对。好啦，我就选这好啊，伊小蛋就会使一直进化。小蛋是体育，刷来是历史安尼哦，先考即个较大家较无要紧的。我真正无啥讲伊安尼讲，毋过确实是安尼对无？我叫是因为我知影有的学校因是先考遐个较大家较要紧的，甲迄个大家较无要紧的拢放伫后壁。有的就是有的学生就是可能10分钟、20分钟考咧，会使交卷会使交卷伊就念咪酸安尼嘛是有。来，这个机关奖吼，效果足厉害，直接抽3张吼，咱来听。数学毋是最要紧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已经差不多放弃啊你。莫安尼啦，搁想看觅啦。来，刷来。摕这好啊！来哟，会使进化的拢先进化，好选要考试啊！考试加油吼，赶紧去考吼！其实我即摆对即只有印象啦，即只会变做迄个，考试顺利。Mercury 安尼嘛是一种方法啦，就是
你较集中一寡，你较可能是较要紧，还是你感觉较有希望的科目，安尼嘛会使。嘿，我今仔要放弃这只鸟啊！我要放弃这只鸟啊！来看卖啊，30，伊有2个即个特提费用，所以安尼是60、70。放弃，加油呢！哎，希望讲即马足侪迄个 Pokemon 拢已经无熟悉啊！我其实是一开始就无啥熟悉，毋过我小可有知影，这应该是较新的迄个，应该是剑盾的系列才出的一只，这只应该是剑盾的迄个。一开始会使选的3只的其中一只，我对这只有印象，就是我是讲这个伫白亚圣内底有印象，因为我会记得伊进化了后，迄个伊的招式有够疼，差不多就是一棍我就死啊，所以我即摆足惊的，我即摆有够惊的，救命！我看卖哦。即摆拍我一棍，毋是50，就是80，好啦。赶快是爱拍伊出来。我下骹敢有？有呢。安尼袂歹，安尼我会使直接开即招，直接送伊去便宜。好来。敢若会使放后壁的，救命！袂使放头前的。我无咧读迄个。救命！无要紧。我全部拢无熟悉，所以我对因的迄个花语名完全无印象，因为我真正无熟悉。我即摆在哪里开始学？救命！啥是放后壁？我无读好清楚。伊是放后台，毋是放头前。好，安尼我敢若有一招会使用。是甲讲就对。加载，伊是更替的，对即个草虾有即个抵抗力，加载，所以草虾若甲我拍会减30点吼，安尼袂歹。来，毋过即摆无手牌吼，即摆手底无啥物牌，足惊的。伊找着迄只，就是我头拄仔讲迄个。进化了有够疼的，一定会进化。来，咱看，伊若有4个有啊，有4个能量的时阵会使用一招吼，180点，一棍我做，好，惨啊我，后一回还袂使用这招吼，毋过伊刷来小等一棍嘛是90点吼。减30点变60，所以我一定要抽到一个能量吼，无我就真正是咧等死啊！无我看卖，伊的特提费用嘛是介悬，嘛是有可能，互伊进化了后，佮甲伊拍。我想看卖哦。对啊，伊即个 anime 效果哪像是有救啊？好，我即摆真足想，先互伊进化吼。无伊特爱2点安尼我付袂出来，安尼我敢若会使用伊的 slash。对啊，伊即个更替咧拍人的即个 animation 看起来够厉害。伊下骹即只有够疼，毋过袂使连续2回合使用啦，这是。加载吼，无真正就拢互伊算就好。我搁爱拍伊70点吼，其实才无70点，所以我小等若会使摕，我就要。我即摆咧想的是，我搁需要一张能量，我就会使互伊用即招 gravitational drop，伊是安怎换人？伊是安怎想要换人？
哦哦，伊先互伊摕啊，伊后回还会使个用即个，敢袂当讲是奥步，即个有够疼的即部 drum beating 拍鼓，拍鼓啊，我来做鼓安尼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来看会当创啥吼 ？Call for family， 伊会使为摆底吼，挑出3只基本的 Pokemon 放伫伊的后壁。伊个换人哦，是安怎个？哦，伊用牌啊换人，这有啥物意义？伊是要保护即只，伊想要用伊的即个第一招。哇，无抽到迄个。救命啊！无抽到能量，我得吼该拍嘛是爱拍。加在有即个，加在因拢毋惊即个草虾吼，毋是毋惊啦，对草虾有抵抗力，所以要小可有即个优势。对，这是剑盾内底迄只狗啊，虽然我无耍，毋过伊就伫旁边嘛，所以总是会看到。哦哟，佮换人是要创啥？哦，伊第一招会使找3张草虾能量，看起来有够厉害呢。OK， 我吹，哦，这是直接搭伫后台，毋是放伫手中的，哦，救命！好，我看卖啊，我想是不是爱？无好啊！医船平安，毋是暗暗吼，即摆应该毋是暗时，也是你遐是暗时。我爱用倒一招？好啦，改变。哦，咱就用这个拔脚的吼，拔脚成功啊！哦。够花即个，好，能量拢伫遮，能量全拢伫遮，好一棍，好，小等100靠30点是啊，共款一棍，无要紧拢安尼，小等换我来嘛是一棍，伊选中岛平安食饱未？我可以剑盾还未算了，我根本就无买吼，毋过因为开始算即个 Pokemon 的牌啊算了后，就小可有看卖，就是小研究一下即个最近的 Pokemon 相关的信息就对，资讯就对啊，就有注意到剑盾内底有迄个啥物货，或者还有。或做啥物？极极技化，极技化，好。我感觉，因爱一直想一寡新的即个进化是，还是啥物好耍的即个设定甲机制，其实嘛是一站不注意的站。好，换我一顿吼。对，就是迄。对啊，就是逐摆有新的作品，拢爱出一寡新的，以前无的机制，也是无的设定。这其实嘛是足需要动头壳对无？看卖啊 ，flip a coin for each energy attached。哦，注意，哈，算 Pokemon 上讨厌对战的部分，安尼是要算啥物？你是介意因内底的角色呢？甲角色交朋友遐个遮个代志。遐因内底即个任务的设计嘛，真有伊家己的风格，嘛会使看到，就是
随着这个对着这个时代咧改变，就是因为角色嘛有做侪新的元素会放伫内底，比如讲迄个，其实迄个 Marnie， 我就感觉真介意，就是伊即个，对啊，我就是介意穿乌乌吼，所以我就介意穿乌乌，啊，佮有即种较无较特别的头毛的设计，这东西，哇，对面是安啊，对面是有够衰呢，连续5摆拢无呢，哇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这是创啥？无要紧，为着我做欢喜的。好，我想看卖，铁提费用2点嘛，所以2点60、70，安尼一棍拍落是70。其实嘛无啥物选项吼，安尼咱就拍。甲伊讲。对，我介意迄种风格，所以大家就对真明显啊，我就做介意迄种的清茶。对。无记而且伊是毋是拢无咧笑啊？我无读伊的故事，毋过我看伊的面，伊拢无咧笑。哎呀，我想看卖，小等要派倒一只。看卖哦，伊两个能量才会当做代志。伊伊拍一棍30点，安尼无够嘛？无够。啊，伊若是我爱抽着进化才有法度。甲伊拼，毋过我看应该是抽3张，好，安尼还有一寡机会无啊 ？Switch， 哎哟，好，安尼就是叫我来买即个剑盾就对，有买就有机会看到伊笑，安尼我了解啊，多谢呢。50点。50点就会使，所以咱应该来发展一只，好，安尼这粒互伊，爱派一个人去送头嘛，一棍偌济毋知。像怎我的牌仔内底遐济喵喵，这是迄个有即个乙组的牌组，就是乙组就是伊大先组好的，有一个主题的，因为我发现你若是用即个。乙组来算的时阵，就会使去拄着共款是乙组的即个牌组，所以因应该都袂去拄着小强的迄种，我想讲安尼较拍会赢，所以我就直接用即个伊大先组好的，先去甲别人算啦，毋过我有想小等就是先等过了后，我嘛会使来现场组一下牌，来看卖。来去互别人电就对。我想看卖哦，即摆咧发展即只嘛，一棍50，毋过我爱抽会到即个能量，毋过我即摆有1张，有够强，献杀所有的牌仔抽7张，根本无牌仔就免献杀就对。好，来即张来，有能量啊，该抽嘛是爱抽吼，虽然我差不多要甲抽了猫仔伫下骹无法度进化。哎呀，真正会抽互打呢。好，无要紧，该拍先拍。好，佫是能量拢藏伫遮 ，OK。哇，一棍150，来看卖，倒一只较有威胁？即只足有威胁，伊小等若阵佫进化变做迄个拍鼓仙。刚刚你讲拍鼓仙，我的头疼哦。Cotton Ride， Leaf Step， 哎呦，一棍50嘛是，而且伊无抵抗力，好无要紧。即摆看起来，应该无啥能力，互伊伊要进化救命，买咱。紧张，刺激！这啥物货？直接甲我规只拢洗转去，插牌插转去即个，BP 呢？有够 BP，50，
佮欠50，哇，啥物拢袂晓啊！啊，伊摕摕3点，好，我看卖哦，抽2点，安尼直接抽3点，惨啊我啊惨啊！一棍都50吼，伊弱点是草啊好，伊弱点是草啊，我死啊！伊一棍落去我就死啊！安尼即摆无救啊，即局应该是输啊！对无？伊拍一棍50，我弱点是草，所以一棍变100，我就倒啊！倒伊就抽上尾一张，就大家再会，收牌。紧！要安尼甲我侮笑，讲紧好吧？要进化就进化 ，OK， 互你等。袂，你创啥啦？条狗换一只来把它洗入。对啊，白仔 game 是当然是较困难，当然有一寡有足侪时阵嘛，拢是靠迄个运气啦，运气歹你需要的白仔拢抽袂到的时阵哦，你本人更较厉害，就共款是无卡纸吼，所以要紧，咱随换一副，换一副白仔来看卖，这副是有灵的，内底有倒拉讲。即只看起来嘛，介古水吼，回去算就对啊。OK， 能量有淡薄伤济吼。无要紧，即只会使抽牌，伊头一只会使抽牌。安尼，请伊先来准备。对面这啥无看过呢？之前有算 Hearthstone， 算到后壁对面的牌组拢共款的模式啊。对啊，有时啊，就是牌仔 game， 尤其是即种爱组牌或者 TCG 的，拢有即种，拢定有即种状况，就是大家都拢做想要赢，就会去直接看迄个别人较厉害是安怎做，就直接安怎，直接敲就对，对，就是有主流牌组啦，这是一定会有的代志，所以对啊，嘛有人逐个人都无共话，人就是拍袂赢就加入，拍袂赢就加入，即种的嘛是素常，对，无毋对，我对即个 Pokemon 呢，牌仔算是真正有够青分，所以我嘛毋知影啥物是主流，所以我嘛毋知影，我即马嘛还无想着爱来安怎做，毋过咱小等会使来小研究一下。Discard until draw cards until you have 6 cards. OK， 看卖，拍袂啊就tie game。你嘛是有够凶，你嘛是会使啦。其实咱耍 game 上主要是爱欢喜嘛，无欢喜就互家己欢喜嘛，袂歹。我感觉嘛是爱抽吼，先抽才讲吼。好，这袂歹，这就是你会使甲你手中的一张 Pokemon 插倒转去。才选一张，我想看卖选倒一张，选另外一张，直接加入来手中。我想要互伊进化，因为伊进化了后有即个被动能力，我足介意，所以我要来进化。进化了后，一回合一摆，我会使看上顶面2张，选一张加来手中，另外一张。佮抽一张，骨力咧抽牌吼，骨力咧抽牌。这张袂歹，小等会使找2张基本的 Pokemon。这看起来介危险。
You may attach up to 2 basic energy cards. 哦 ，OK。力量，有够强嘞！啊，伊死啊！啊，伊就点是电啊！小等一棍80嘛是4。李叔平安，李叔中岛平安，食饱未？欢迎你来。好，我想看卖哦。找2张基本的吼，无得选这2只好啊，因为因2个配合，因2个互相配合有这个 combo， 所以我选这2只。无我原底想要选这个，互伊进化需要的迄只，也毋过刷刷去。我想，小弟会使摕摕。看卖哦，101。安尼伊一棍70爱拍2摆，20无啥物路用。先抽，来。我想看卖哦，看是要抽3张，还是要直接选一张 Pokemon， 就直接选好啊。哦，毋是戏送呢，无要滴的迄张毋是戏送，是放伫迄个摆底上的卡。好，安尼了解。伊弱点嘛是电，安尼袂使，安尼干会使请即只来。来，即只塞倒转去。我想要先换即只好啊啦，小等豆豆进化。好啊，先踢一个能量，看卖啊，伊会使当3棍啊，伊会使当3棍。好，摕，换你来。好，结束。哦，你等电话，甲中岛长找好，雄都干掉，其实无啥要。哦，对，有个人干掉的时阵无胃口。安尼，嘛是爱食啦。上无一工，上无嘛爱食，上无可能嘛爱食2顿才有够呢。这个时阵需要体力哦，而且会使对抗身躯内底病毒吼。对，所以小等找好爱记你去食呢。来先抽，看2张。补牌啊！毋过我即摆能量无法度读遐紧，所以应该还无需要。即张我真介意，毋是因为伊看起来烂高高，是因为伊头一招有够厉害哦。即个符号是毋免任何的能量的意思，你毋免互伊任何的能量，伊就会使直接抽2张。我感觉这若是做迄个头一张做头的有够厉害，甲大家小解我的新欢。好来，该拍嘛是爱拍吼，一棍70送。大家中昼顿食啥？惯先食水饺。好食。大家使先报一下，家己中昼顿食啥吼？啊，其实我嘛做好现，大家食水饺的时阵拢会问啥物酱？通常是。阿咪中昼平安食饱未？平安，欢迎你来。哦，看有冇改听？哦，毋过最近较寒吼，应该有较想要食迄个咸的，应该有啦，应该是有吼。来，先抽牌。Cynthia， 甲牌啊拢插倒转去抽6张，会使。我感觉即摆能量伤济，其实无法度做啥物代志。好，我想看卖哦。小等我一定甲伊拍死嘛，拍死了后，伊若是请即只出来，我就受到40加60，100。安尼伊小等会死，安尼都
毋免搁家己投资啊吼，所以我应该爱，互伊好啊，煞来。着我嘛是较爱阮豆油，啊，因为我较无咧食咸，所以有诶人会加迄个咸诶酱嘛，啊，我是袂，因为我惊咸啦。来，先甲拍。加醋，加醋嘛袂歹。奇怪，现在对面咧等，啥物效果呢？哦，恁兜诶水饺原底就咸诶，无咧运物件。安尼哦。我知影，搁有啥物？搁有加迄个，叫做啥？麻油诶嘛有，嘛袂，伊啥无甲？哦，无，哦，迄毋是照色。Once during your turn, you may draw cards until you have 3 cards in your hand. 哦，厉害呢！这个宝牌有够厉害，伊想要遮强啊！免进化到安尼，我感觉有厉害。啊，安尼就是盘油的，好食，听起来介好食。我请一只高头牌来吼，一棍60，伊会使当2棍，会使当2棍，袂歹。30，好，先抽，好，能量好。我想要互伊进化，所以我来抽看卖吼，来抽。有，小等真紧就会使进化。先读能量，这嘛下落好啊。好啦，抽啦，有抽有选项，来先动一棍。哇 ，Mercury 安尼，小等食泡面，暗时搁要食迄个麻辣烫，安尼应该是爱注意哦，可能做咸的，安尼今仔日规工可能会食较侪盐，爱注意，爱加啉水呢，加啉水。虽然我可能嘛无啥物立场讲大家吼，我只逐工啉饮料的。这啥物？直接换人过分。伊一棍我就倒安尼，对无？伊嘛换呢？直接摕一工啉，过分，安尼要哪算啦？好，逐工啉2000安尼真好呢，安尼我感觉无简单呢，我是感觉无介简单。好啦，先抽，看有啥物货，夭寿。这我会使攻击对面换人吼，我有需要。来看上上伊啦，伊上无，伊上无这是换家己的，好，这换家己的，毋是换对面的。我阁有啥物希望咧？我应该投资啥咧？看我会使创啥？水嘛一张，拍一张嘛无意思。伫无健康的状况之下，勉强来保持健康，安尼嘛是介辛苦。袂歹啊，袂歹。好，15秒，好，救命！我真正无得创啥，好，抽牌。惨嘛我，到底会先，互伊拍倒，还是会先抽互打咧？即摆已经感觉无啥物希望啊！抽2张，拍人搁较疼安尼一棍就倒啊！过来，继续甲我抽牌哦！好来，看有啥？对啦，抽啦，抽4张，这应该要小可有路用吼。来。
来，抽，甲家己抽好打，手牌有够济，而且这个 game 内底就是，毋管你手中有偌济牌啊吼，伫迄个回合结束的时阵，拢毋免见杀牌啊。所以就会使伫手中吼集一大堆。对，这个音乐小可有迄个，互人有压力吼。好，我即摆已经感觉我无可能赢，所以我即摆迄个目标变做是，我要伫我，互伊拍死进前，甲我的牌仔抽好打，安尼我就欢喜，好无？因为抽好打嘛是输嘛，抽好打嘛算输，咱无要紧，咱就来做一个无聊的挑战吼。会使进化，拢甲我进化。来，进化，无，这会使抽牌，我甲留咧。上个会晓抽牌，甲我抽。好，这嘛算是抽2张，先来。来，凊彩，抽2张。对，无毋对，就是我是输互即个规则吼，毋是输互你吼，安尼我就较欢喜啊，安尼就较无输的感觉。结婚中昼平安食饱未？做着恶杂的面盲，啥物意思？毋过你讲了其实嘛无毋对。虽然我无想要承认，毋过你讲了对，好无？即张啥物货？抽到到我病济。哇，安尼是有够济，安尼是毋是对方嘛会抽较大？到底咧创啥啦？对方嘛是真趣味。好，飞碟就是足大只嘛，你欢喜就好，无要紧拢安尼。好啦，倒啊啦，来我选一个上勇的吼，上来抄的吼。120，差不多。毋过伊有电嘛，伊的弱点是电，安尼莫选伊，安尼就2就好，选2就好。来，刷来。象克会使进化，根本有够乱的。来，进化。Pokemon 的这个电子牌仔内底留尻川真济，原来是安尼。我看卖哦，佮有啥物甲我抽牌？是毋是无？真少看卖。好，我即摆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抽3张应该是袂付吼，抽3张是袂付，咱就爱用跋筊的吼，就爱用这。结婚做着恶杂的面盲。是安怎？你敢要分享一个？4张好，安尼后一回合正常抽牌，咱就死啊！咱就欢喜。我无应该放能量啦，伊安尼一棍变做100点，安尼有较疼。伊若是佮抽到迄个会使加20点伤害，我应该就死啊！哇！紧张，刺激！毋知到底敢会输互伊啊？抽3张，伊是要家己，你嘛要家己抽好死呢？伊是咧创啥？耶！成功啊！输互系统啊！赞！莫名其妙的这个。无啊，伊嘛无输呢，敢若我输呢，无当归伊进呢，无呢。Persica 中昼平安食饱未？好啦，咱即摆来家己做牌啦。头有体验一下是安怎算即个遗嘱嘛是互人电到半小时吼，毋过即摆换咱家己来做吼，看会使做啥物款的物件出来。好，应该是遮。做一副新的，
会使家己，会使 automatically，会使自动做。哦，无咱家己做好啊。哎，咱来做一个标准吼。标准的即个牌仔的选项较无遐济，咱可能会较袂拄着一寡妖魔鬼怪啦。照你来讲是安尼，嘿，咱看觅，望着赶时间到爱去上班，外口搁落雨，安尼真正是，确实是真无爽快。好，我需要这。哦，来看下当创啥啊 ？Search your deck for up to 3 basic energy cards。为我的牌山内底，为我的牌底内底找3张基本的能量，直接打伫其他，打着所有的 Pokemon V 中冠。看伊一棍130，应该袂歹吼。无咱放入去，我看觅，我先看觅啊，毋知要做啥物属性吼。好，无要紧，豆豆研究吼，哪做哪看吼。好啦，我先照迄个。我先选即个更替的来看有啥物更替的牌仔会使算。即两张无共哦，一张金丝丝的，一张泡泡。这啥？这嘛是 Pokemon V。一棍180，坑，可是我袂算啊。来，好，无啥介意。好啦，再放一张金丝丝啊！来，我白算，鸟啊，更替鸟啊！上班时搁咧烧草，代志有够济，就醒啊！这是啥物？通常较欢喜的面盲，应该是伫你的面盲内底爱有一寡可能趣味的人险嘛，是啥物货？我感觉若是面盲望着家己咧上班，其实就是一件做互人做恶杂的代志啊！我咧面盲，我搁咧做我日时要做的工课，而且搁烧草，安尼真正是有够无欢喜。这会使找牌啊，毋知影敢有路用？伊敢是会使进化做啥物？Belgium 会使进化做啥？我无，对我无物件互伊进化。伊应该要有法度直接看伊进化的。有。毋过就是我无。好，想看卖哦。我毋知影通常是爱放几张呢？无安尼我先甲伊记录一下。我可以使选即个。来，我选一个即个。拜托的用这。烧草有啥物意思？应该就是代志有够济，可能了做袂了迄种感觉。比如讲，若是超商啊，你若是做超商柜台啊，就是你柜台后壁迄个，柜台后壁的咧等待的人客有够济吼，摆一大阵10个、20个哦，即种应该就会讲是烧草。我的印象是安尼啦。第二有可能上新的 Pokemon， 因为我即摆想讲来算一个即个上新的系列，才袂较拄着迄个一寡古早的妖魔鬼怪，因为我无遐个牌啊吼，这叫做惯性 stack 啊，惯性 stack 1，yes， 记录，好，我来看，通常拢是看几只 Pokemon 吼，参考一下。Pokemon 25只啊，敢拢是安尼？25、24拢有好，大概有一个概念啊。
电罐星得啥呢？哦，阿公讲烧草就真正是咧烧草。啊，就是即摆应该较无遐济人咧种田咧做事，所以，即摆较无遐济人咧种田，所以即个通常讲的意思应该嘛甲以前较无共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更提爱放到25，安尼我可能会放足济无属性的。好啦，因为我无啥物创意吼，所以嘛是放这个。毋过我调工换一个，因为这共款拢猫仔嘛，猫仔伊有即种的，伊嘛有另外即种的，我调工放2种无共的看卖啦，就会使拿算拿看到底倒一种较好用，伊进化做这嘛，进化的放，来，逐只来看卖有啥物能力吼。会使找牌啊，放伫牌底的顶面，到底敢有厉害？毋知，放一条，拍一棍10点，无啥路用的款。伊基本的我拢无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用一张吼。来，这我无法度进化。Search your deck for Pokemon。直接找一张 Pokemon， 用看卖。回收能量，无爱。好啦，这嘛是放2张啦，无毋知要放啥。啊，电罐星是罐星要甲人电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叫是人甲我电，或者人来电罐星。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电罐星来啊，来甲大家电的吼。毋知影敢有灵甲光体有关的？有呢。毋过伊爱水吼，伊爱水我无水。好啦，我无需要。真几感觉忙着转去做高中生，哎哟！安尼应该压力嘛介大哦。即款面貌也是歹做好啊。来看看有啥物选择。这会使用哦。来看会使进化做啥？好，反正我拢无。看卖哦。这种鸟啊，甲光体的迄种，是毋是无共款啊？是呢，无共款的。30分才会当提早交光，对啊，因足侪拢是安尼啊，就是，对，你真正可能10分钟就写了，毋过伊嘛是无想要互你遐早交光。无啦，其实会有即款的规定，我感觉上主要是因为，伊通常嘛会规定讲，你无超过，对，毋知影是律师嘛是袂讲，可能有按落落啊，毋过无要紧吼，毋是我要去，无会有即款的规定，应该是因为有写迄个课场会规定讲，你若是迟到，还是对啊，你若是晚到，可能15分钟，还是20分钟，嘛是会互你入去。所以你若是较准时入去的人，若是会当较早就出去，你就会使甲迄个题目炸出去，就会使做饼。互迄个较晚到的人，就是伊已经先知影题目，查好才入来。所以可能是为着要防止即款的情形，才有即款的规定。就我知影是安尼，即中昼平安食饱未？欢迎你来。2个人拢抽2张，这有咧送幸福，有咧送幸福。好，坑，丢就是坑。
一拳100其实无介强呢，对无？咱看着其他有属性的，就感觉迄个一拳100其实无啥。啊，即只我有介意啦，无咱放即只吼，啊，咱嘛爱放伊的基本的基本型吼，基本的放3点，这敢无厉害 ？Put damage counters， 哦，互人存10点的血，这看起来其实袂歹，放1点。这放到3点，安尼25有啊，好，嘿，检查再检查，对啦，较有耐性的是安尼啦，毋过我嘛是无耐性的，所以我嘛袂安尼检查再检查，对我来讲伤麻烦啊。我可能检查1摆还是2摆，我就真正挡袂了，就真正是要休困还是安怎？毋过伊敢若会晓抽牌呢。伊其实就是算讲是上头的吼，好无要紧啊，先看看卖，无介意才甲换掉就好。以前的体育课无咧考纸本的，我迄时嘛是共款，毋过即摆若想做者学校拢有咧考纸本的，检查1摆会剩的课我，莫安尼。是会使啦，是会使啦，毋过大家嘛是加油吼。食都打下班咧食中昼，食羊肉鸡饭，敢是有做鸡饭，好食好食，我嘛足介意食迄个看鸡饭，看鸡饭，我当阵嘛是较爱食牛排，敢讲。来看卖哦 ，Cynthia 甲牌啊插倒转去抽6张，感觉袂歹吼。抽到有5张，若准顶回合有人有我的 Pokemon 倒啊，会使抽到8张。我有需要。对，Cynthia。选讲的嘛是有道理吼，对，大家可能拢有一种经验，就是。拢会学白改，改了发现毋对啊，这讲推啊，练一下音角啊，有一半的机会会使拆对面一个能量，咱来拔脚吼，咱今日来欢喜来拔脚，放一点。李叔这有够厉害呢，请迄个。修理沙桶、沙门换玻璃来报答案，这有够凶，这有够厉害，毋过这，哇，咱想到伊个甲你配合，这其实嘛是趣味。这听起来甲迄个古早时啊咧算迄个，就是古早时啊咧拔脚，嘛毋啦古早时啊，就是咧交警拔脚的时阵嘛有一寡方式啊，就是会使请迄个叫做啥？路德啊，迄个叫做啥？服务生，会使请伊，就是偷看别人的牌啊，看了伊咧佚佗啊的时阵，伊的迄个手势就固定讲，比如讲是迄个是 heart 都有一种手势，是迄个 spade 都有一种手势，是 diamond 都有一种手势，安尼嘛有，这听起来是差不多的道理，对。来 shuffle your hand into your deck。抽这个后台有几张 Pokemon 就抽几张，而且是对面甲家己的做伙算，放1张。咱这上好用的吼，直接抽3张的吼，免考虑放落就对啊。抽，倒一摆毋抽。还有这。抽甲对面同款，抽甲对面平济。毋过我毋知影迄个通常迄个叫啥？资源者甲迄个道具甲迄个能量放偌济？我来想看卖，
You can play this card only if you have more prize cards。限制较大，无爱。来参考，别人的牌组啊。来看嘛，一般拢是偌济。Trainer 内底资源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张尔，安尼我可能10张有较济，7张好。能量19，差不多20。好，继续改一下吼。能量先坑好啊。好啦，我别坑，来 T 的，我干那基本的普通的。不过这看起来较歹，我就坑这啊。不过感觉这无限的其实嘛，真好看。安尼加到，是这，是这，感觉19好啊，好。这内底应该减1张，无啦，安尼是8张啦，因为坑两个讲推啊吼。你家己会坑抽上济牌啊，上济牌啊的，像迄个 Cynthia 就会坑2、3张，安尼敢算是2张，因为这其实我嘛干那1张尔，我干那有1张，这张我嘛，我有2张呢，好啊，无听你的2、3张，我就坑安尼好啊，安尼有较济。好啦，再减1张好啊，抽3张减1张。好，我搁想看卖哦。我感觉我嘛需要坑我球吼，坑我迄个 Pokemon 的球。小等会使敲出我需要的迄个，这啥？用袂到的款。嘛是使坑我基本的道具对吧？坑球啊，坑球。Great Ball 应该算讲是好用吼。坑啥个？手乌，我嘛手乌啦，大家拢面乌啦，大家拢有这种经验啦。来看敢有一寡甲体较有关系 ，Heavy Ball， 我敢有较重的，应该有，无呢？这无介重呢，2点尔。这应该足重的，这足重的会使找1张，我感觉我会需要找1张。手草面乌对。这嘛无介重，是毋是敢若会使找即个？安尼我敢需要坑迄张啊？伊敢有重？伊嘛无重。安尼 Heavy Ball 对我来讲无好用呢。好，安尼买。我爱规定一个，我爱即个 item 加 tool。Rocky Helmet。好拍着，好对来跋筊，坑1张跋筊的吼，欢喜来跋筊吼。来，佫会使坑2张，差不多要无啊。这基本 Switch 应该好用。佫有啥 ？Town Map。哇！我知影有个学校就是伫你考了，毋过伊迄个规个考试的时间还未结束的时阵，伊就未开门。即种的嘛是有，可能爱等下课。有个学校伫迄个期末考的时阵规定是安尼吼，当然逐间无共。回收一个志愿者，听起来其实嘛袂歹呢。若有坑这是毋是可以当减一个志愿者？有一个消毒弱点的，还有啥 ？Random Receiver。直接抽一个志愿者，是来坑这个找零这我介意1张，毋过这好，我介意1张就1张。
好，我知影，我超过60张，我减一张吼，减倒一张咧？减啥物？好啦，减这个抽3张的啦。好，就安尼哦，会使来相拍。safe。Yeah, go try it out. 嘿，来，找人相拍。10分哦，安尼你搁等5分钟就会使买啊啦。搁看我拍，搁看我算一局就差不多。You do not have any？ 有啊，哪会无？这敢袂使？这有啥问题 ？Standard 啥哪袂使？我是毋是做毋对啊？奇怪咯。Convert to standard。哦啊，鸟鼠袂使用。哇，这嘛袂使用，啥咱毋早讲。好，顶来啊好，顶来。哇，搁爱补足济哦，救命！哇，足济 trainer 嘛袂使用。哦，好啦。哦，安尼，我感觉有稳定的抽牌，敢是无啊？这看起来会使用，好。有啦，有抽3张的啦，1、2、3，好。哦 ，level ball。抽一个性命90点以下的，会使找这，好，坑，莫想遐济哦，我别坑。这嘛会使坑，我别坑。来，能量毛差呢？哦，我袂使用迄个2点无色的，安尼我坑这。合作类的 PVP 算来较忝，合作。啊，毋过这应该毋是合作的对无？这就是单纯的相拍的，应该无遐忝吼。啊，我别坑啊，再坑2张啊。Pokemon 安尼搁爱经9张，麻烦。我无坑迄个鸟啊呢。伊敢毋是迄个交抽牌的鸟啊？毋是呢，我袂使用迄张哦。no， 无啥物选项救命。9张，奇怪，啥怎会安尼？像咱头拄仔有遐济袂使选的选项，互我选，会生气呢。你已经准备2天的历史，啊，毋过伫你班内底有足侪人即马咧拍拼读历史，安尼袂歹啊！安尼你已经准备了比因搁较充分啊，对无？应该是这个意思吼。安尼先甲你恭喜吼。无你嘛是会使把握时间读一下好无？安尼搁较稳。哇，袂使用，啥物拢无呢？救命！啊，这我敢有，这我嘛无。爱啥无啥。哇，真正敢会使黑白坑啊！毋知影要囥啥，囥即个看起来较大颗的 Persian， 伊会变体的呢？无，伊是好看尔。无啊，我无伊的。啊，算伫遮看惯性是种可情复习，嘛是会使啦。啊，毋过建议嘛是家己读较有路用。保庇的即个内容是有限的，哇，这看起来有够拗。
应该是会使进化较做厉害。这嘛用袂着，开始毋知要囥啥。这会使补牌啊，会使补牌就囥伊。Look at the top card of your opponent's deck。我会使偷看对面的头一张，我会使叫伊插牌。会使 Q 道具，救命！毋知要囥啥，囥一只鸟啊！好，囥鸟啊！鸟啊会使进化嘛？会使进化做这，加2张，加1张，差不多。有较济，安尼会使搁献杀1张就对。来看倒一个看起来较无路用。莫囥一只，差一张就好啊。请冠商保庇你涂骹捡着钱，考试就毋免。这我无法度啦，这毋是我咧管的啦。我干那负责顾大家考试吼，我无即个功能，我无法度替大家，互大家捡钱吼。这我无即个能力，无即个权限，歹势大家。奇怪，啥物意思啊？伊甲你所有的牌啊插倒转去抽5张，Cynthia，抽6张的迄个 Cynthia 袂使用啊，所以是因为6张伤强啊，原来是安尼。总算是有家己的牌组啊，总算是会使摕来算啊。有这会使，哇！保庇你伫涂骹捡到考试的答案，你就会使摕去卖，莫安尼好无？这袂使啦，这真正袂使。这我会互头家骂，会互头家处罚哦。这伤严重啊！袂使安尼，无鼓励任何作弊的行为吼。奇怪，毋是已经10分啊？合作社还袂开啊？对，钱爱找财神吼。要看卖啊，是啊，安尼互对面选。我先，我无介意先，所以好啦，头一回合袂当用机关架，所以我无介意。来看对面人创啥？10点，拍10点尔。来换对面。10点无代志。赞！有这会使，小等会使进吼。先囥抽3张吼。搁一只，拢囥。小等会使进化做这只。讲推啊，运气足好，讲推啊有推着。趁着啊！毋过伊较轻吼，摕敢若需要1点，所以甲伊拍无介疼。好 ，Mercury 来煮泡面，豆豆享受吼，泡面够好食。来读伊的能力，我爱
为手中献上一个能量，才会当用。抽2张，好无啊？好，了解啊。袂歹，继续抽3张。来看有啥吼？爱进化的先进化啦，这会使直接找 Pokemon 的，这进化好。找财神爱排甲落长，毋是安尼讲啊？什么意思啦？找我嘛，这都毋是我负责，你找我嘛无路用，好无？我来讲落。好，伊小等要一棍甲我抬啊！不要紧吼，伊小等甲我抬了后，我就这会使一直抽到足快落去。看伊敢会惊？伊即摆嘛有迄个大招会使用啊，120点吼 ，nice。对啊，安尼我甲你转接嘛，无较紧好无？袂使安尼哦。安尼你共款，互我转接过去了后，你嘛是爱排，所以其实相共的啦。紧甲伊拍倒，紧，安尼我就会使抽甲足欢喜，拜托。哎呦，进化救命！又够大只，240点我要安怎甲伊拍？一棍160，我要，Oh no！ 一棍160我就倒啊！好，来这啥？210，想一个，哇，有够艰巧呢！要紧吼，先进化吼，看看我甲伊斩。Oh no！ 无拿到钱就无饭通食，算。你小等要考试，若无时间，搁继续陪等吼。安尼，咱是毋是会使甲学校反映一下？就是照伊来讲，是伊应该爱开的时间，毋过伊无开吼。冠生凊彩甲你用，无，就是求财都袂当找我，求财都袂当找我，我干那会使保庇大家学业吼。你若是要考迄个创作啥物趁钱，这都较有关系，这我可能也会使处理吼。对，干那会使斗相共到食啦。直接要趁钱的迄个，我无法度。当然，拜啥物神拢会使求财，是无毋对啦，对。毋过就是阮头家互我处理的，阮头家叫我处理的，就敢若有即个学业困扰即个部分，对。就其实嘛是，阮头家有时嘛是会处理着一寡甲求财有关的业务，毋过。迄个伊就无互我斗相共，对。我想看卖level ball， 找一个互伊进化的，咱互粉胶啊，咱互粉胶啊进化。40分要会付，好，安尼好。抽8张，过来咧，大好伊好啊。Great Ball， 看卖有这，毋过无位，应该先找。是搞你是要爱去考教育部闽南语认证啊？
嘿，算是可惜啊，迄我会使斗3工啊。嘿，当然我知影有个人做无介意迄个名啊。嘿，我想看卖哦，60，安尼嘛是一招较甜。啊，毋过伊真会吼，所以我就是哦，比较痛苦。Ruby 下班啊，恭喜 Ruby， 恭喜 Ruby。死狗，你是报哦？啊，是倒一？你是伫倒位课啊？嘿，因为我主要是管北部，啊毋过，若是要去倒位课，我会使个，甲阮头家讲，叫伊互我去，我是会使呢。800，去读一个进去。哦，好啊，就2点。全拢零量。一斤800，会使用，看伊偌重，有够轻。哇，爱找一个上头的，上头。对啊，选科技加油，辛苦啊啦，辛苦。什么意思？上面有这里的银线。哦，我想看卖，一斤160，伊会使当一斤啦，伊是会使当一斤。是不是应该派出来？应该是的，无啥物选择啊。啊，就做甜，啥物意思？选2个无共款的吼，啊，毋过其实共款的。小等下会使一斤800甲伊教死，应该是安尼。敢会使当一斤？来对面这个啥？好，会听。对啊，今年上爱找小姐吼。这伊个弱点呢，所以其实我早就会使选比其他的。哎呀，无注意看。好，来抽牌。敢会使找这好？好啦，投资啊！恭喜红地社的人转来，恭喜！你会使纳钱啊！袂歹，即马有希望吼。不过伊的弱点是火吼，啊，伊即招偌济，59命。我爱甲因戏杀啊 ！Choose bench to discard，OK， 好，戏杀这2只。哇，这啥物货有够凶的！一斤50，我就倒安尼。惨啊我！看卖有偌重，无介重，84是不是无救？是，84无救啊！无一定哦，84无啊，伊嘛83尔咧。是哦，足大声呢。我调较细声的好啊，对大家耳仔应该会较好。我看起来是无救啊啦。
我被拍，哦，哎，小等甲我一棍拍倒，对无？一棍50，无啊，伊一棍80，我就倒啊，会把迄，过来一摆吼，搁挑战一摆吼，用咱家己的牌组，到底敢有法度赢咧？希望拄着一个敢我共款袂晓耍的，搁互咱家己一摆机会啦，来看觅，来看觅。对方的属性看起来是有用足侪无共的属性咧，伊安尼较对啊，伊安尼较会使针对我的属性来处理吼。看起来我大部分的即个金属的拢是较惊火的，嘿，所以有一寡火的 Pokemon 出来，我就头疼，我就困觉啊，我就会使开始哭啊。现在足侪人拢无介意先开始啊，因为我家己嘛是安尼。啊，伫原版的 game 内底嘛是介强的 Pokemon 魔怪。而且我嘛知影，就是伊内底迄个有一寡 Pokemon 的属性，甲原版的嘛无啥共，嘿，伊牌仔算内底的属性无亲像原版的遐济。看嘛，会使创啥？会使找牌啊，找这，看起来就较厉害。看嘛哦，80对面啥？对面嘛这 Trial Up。哇！甲我安尼欺负啊！坑家。啊！来，这个是啥？一回合一摆会使治疗所有人20点，有够强，有够厉害。是安怎啊？基本的有遮强哦，而且伊的血阁足高呢。困觉啊！好，先抽才讲。无通进化，无要紧。放互伊死啊呢！一棍130，无效啊！一棍130。小蛋的，看卖啊！插牌转去抽5张，没有上嘞，互伊好啊！啊，刷来进化啦，进化！来顶抽，好，会使。腰会使啦，腰会得过。这种是无介厉害对吧？无啥物路用的款。Aru sales，Aru sales，哦 Aru sales，伫倒位？无啊？倒一只？哦，这只呢？啊。对，伊即个英语的名嘛，看会出来。Arceus，敢是 Arceus？应该是 Arceus。看卖啊，我会使直接敲出一个基本的 Pokemon。倒一只咧？一只好啊。Would you like to switch？ 哦 ，switch。敢要换伊？买。刷来咧，我喺投资上，家投资好啊，伊会使替我插牌转去，啊，佮抽牌，好，安尼就安尼。好，后回合伊应该会倒吼，啊，伊倒了，我佮会使用一张，抽到有8张为止，啊，我这就甲伊拍嘛。哦，这无设置就甲我一棍拍倒呢。
伊若运气好，就变做200字就倒啊。咱的阿鲁塞斯就倒啊。无，伊的弱点是即个啊，这全拢伊的弱点啊呵，啊呵，凄惨啊！哇好，安尼靠一张吼，无救啊！好啦，赶快先进化啦，先进化。哦，互你啦。好，跳，吹，我别吹，全拢吹。Great ball， 无我介意的。会使搁进化，好，袂歹。来进化咯，来搁一粒球。伊的弱点是火，好，妖圣有路用。伊的弱点是火，伊一棍拍偌济？20尔好。Attach， 毋过下骹无好，哇，安尼变做无路用。好，换牌。有讲推啊袂歹，会使解决一寡问题吼。而且咱这个会使进化，来看伊偌重，介重，袂歹。介重偌重，30、90、100，100尔嘛，无介济。普能。哎，对面打在啥？加一招啊！哦，伊加一招。OK， 加一招，好，了解。啊，伊特地爱提一个尔，好。讲推啊，先讲啦。讲无，互送咧，互伊，敢莫 switch 一个？我想看觅，敢莫 switch 一个？好啊 ，switch 一个。来，换你来甲伊讲。咱着一棍100其实无介济呢，安尼我嘛是爱3棍。看起来效果吼，佫是这，好，敢若有伊会使用呢？好啦，伊爱落去，伊嘛落去较好啦，敢若会使安尼吼，上无咱小等有做者金属的能量会使回收嘛，对无？1、2、3个，伊会使回收2个。好，佮进化无要紧。伊会使出招啊！一棍会使100点，无100字尔，想到100字尔。刷去，无想要想遐济，开始无咧动头壳啊。好啦，先讲，先黑白讲。看卖哦。OK， 無要緊。6
10点有差呢，有较济。哦对呢，伊个有这会使治疗，伊头拄是毋是袂记得用？伊头拄袂记得用呢？啊无啦，头拄无吼。惨啊我，惨啊！120要差100，看会倒位生100的伤害。无也是爱，可能嘛是爱抽牌哦。好，先请你一下。哇，救命哦！互伊，甲我抽牌。要无啊？要无牌啊？讲推啊，好，讲推啊。好，治疗好，要紧。哇，抽4张。会使安尼哦。伊即种是会使啊好。讲推啊成功，无讲着啊，救命！我感觉这拢无好用咧，对无？拢无啥，我都解决啥物问题？好安尼顶抽，需要能量啦，感觉我需要能量。小等有能量就会使踢，叫伊拍百倍，敢有够？百倍嘛无啥够，有啦，百倍有够，百倍有够。甲同学看做国文老师是啥物意思？哦了，是啊。哇，那耳仔歹去，凄惨啊！会输呢，会输呢。无救啊啦，这局无救啊啦。这 game 哪会遮困难？进化，会使进化。哎，抽牌，赶快来挑战，甲家己抽好打好啊！无要安怎嘛？好，凊彩，好，抽。继续治疗吧，紧。这张好看，这张牌仔好看啊！抽3张好，欣赏者。牌看起来足快乐啊，毋过我无快乐。要输啊！抽。好，拍拳头做较疼呢。哇，无救啊！今日有够斗开呢，真正互大家真正互青云人电甲叽叫吼。拍4场无一届赢的对无？有够好笑。好啦，
今仔日哦，有较忝吼，所以今仔日可能海信就先到遮吼，会使来甲大家点名吼，要考试的，请赶紧来考试，继续准备你的考试吼。好啦，安尼来点名，甲大家讲再会啊。好，PVP 的 game 看是啥款的设定 ？PVP 的 game， 我是算这个，我是算这个标准啊，标准就是会使用的牌啊较少，拢敢若会使用较新的牌啊。应该都较袂拄着一寡，因为有时做即款牌啊算的设计的时阵，就是较古早的牌啊，甲新的牌啊，有时都有一寡妖魔鬼怪的 combo， 若准拄着就足恐怖的，而且尤其是你牌啊无遐济的时阵，你完全无得甲对付，所以是咧讲一般拢是爱算较久才会变强，对啦，尤其是即个对啊，伊总是嘛爱趁钱吼，就是你可能爱算较久，累积较济牌啊。若无，就是你爱开一寡钱去抽牌啊，你才会变强。通常当然嘛是安尼，所以这互大家记起嘛是事常的。好啦，来甲大家讲再会啊啦。安尼阿酸再会平安，建峰再会平安 ，Ruby 再会平安，中道等豆豆食，Mercury 再会平安，阿咪再会平安，阿杰。再会平安，好，我小等念伊来休困，我感谢大家，我感谢大家来捧场来甲我看吼，李叔，再会平安，对，后礼拜再会，今仔日，准备大家，大家会使准备来过年啊，对，所以即礼拜还是就干那2摆吼，安尼就期待后礼拜佫会使有5天会使看到大家，安尼，今仔日的海信。就伫遮，甲大家讲再会。有一天就爱讲啥样啦，对啦，这当然的，就是所有的缘分嘛，拢是安尼，就是大家就是好好把握这个所有的时间，对。好，安尼甲大家讲再会啊！大家后礼拜再去见面哦，拜拜。